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速速起底全球科技界嘅幕後真大佬。截至2025年尾，台積電已經獨霸全球72%嘅代工市場，將對手遠遠拋離。你手上嘅 iPhone 用緊嘅 AI 背後全部都係靠佢。台積電點解咁把炮？全靠佢深不見底嘅護城河。技術屈機，客戶轉會成本極高，仲有每年幾百億美金嘅研發同擴張投資。除咗大家都知嘅雲端 AI 大撤，市場其實經常忽視咗一個未來大金礦，就係實體 AI， 即係未來嘅自動駕駛汽車、智能工廠同機械人。呢啲設備需要極度慳電、高穩定性嘅晶片，台積電一早為呢啲領域度身訂造咗新一代製程，可以話係提早鎖死咗下一個10年嘅增長爆發點。不過天下無敵都有隱憂，買台積電最大風險唔係對手，而係政治同價錢。首先，中美科技戰同地緣政治逼住台積電要去成本極高嘅美國設廠，大大增加咗營運壓力。其次，講到錢，台積電而家真係唔平，目前市盈率逼近38倍，係近10年嘅高位。著名投資網站 GuruFocus 甚至警告，台積電現價被顯著高估咗大約48%，即係話市場已經將佢未來嘅利好消息一次過反映晒喺股價度。總結一句，台積電絕對係一間食正超級大趨勢嘅頂級好公司，但居高不下嘅估值同政治陰霾就係投資者入市前要食嘅驚風散。想受惠於半導體熱潮，大家亦可以留意下佢嘅客戶 Apple、Nvidia 或者設備供應商 ASML。以上內容純屬資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獨立研究同考慮風險承受能力。下集再見。